我俾2190歸創通橋9分，因為呢間公司尋年先至啱啱衝出海外發展，在內地市場早就證明咗自己嘅實力啦，仲有新產品陸續推出添。嘅邏輯、優勢與挑戰，你嘅樂觀預期主要基於3點：一，在中國已證明實力，關鍵事實。公司2024年實現營業收入7.82億元，淨利潤突破1億元，首次實現全年盈利。2025年上半年淨利潤同比增長76.0%，淨利率達25.1%。公司已經成為神經介入同外周介入雙領域嘅內對龍頭企業。二，有新產品速嚟，關鍵事實，產品管線好豐富。截至2025年中，公司擁有73款產品管線，當中50款已經喺中國推出，比如話 CLX Pantries 龍騰、外周血管內成像定向斑塊切除導管呢類全球首創產品，預計2025年上市係重要嘅增長亮點。三，去年才剛去海外發展，關鍵事實，海外增長快，但基數仲好細。2025年上半年海外市場收入1572萬元，同比增長36.9%。但要留意，而家海外收入佔總營收嘅比重仲好低，大約3.3%，仲處於早期發展階段。9分成立嘅3個關鍵挑戰，要支撐9分，非常樂觀嘅長期評分，要關注未來能不能解決以下挑戰。挑戰一，海外業務嘅規模與速度。你9分嘅邏輯入面隱藏咗海外可以複製國內成功嘅假設。而家海外業務雖然高速增長，但基數細。根據公司規劃，要到2027年海外收入佔比先至有可能達到20%至30%。所以未來1到2年要睇海外收入能不能突破億元級別，仲有係巴西、印度呢啲新興市場嘅商業化順唔順利，呢啲係驗證佢國際化能力嘅關鍵。挑戰2，新產品嘅商業化與貢獻度。市場已經有好高預期，股價自2025年以來有顯著上漲。所以唔單止要睇新產品能不能獲批，更要睇上市之後銷售放量嘅速度同規模。比如話嗰款被稱為全球首創嘅斑塊切除導管，能不能快速得到醫生認可並貢獻顯著收入，將直接影響市場信心。挑戰3，面臨高估值與高預期嘅壓力。公司當前估值水平好高，動態市盈率喺43到45倍區間。呢個數字意味住市場已經將未來嘅高增長預期計入咗股價入面。如果未來業績增速或者新產品放量速度唔達預期，股價可能面臨因預期修正而帶嚟嘅波動風險。總結，如何動態看待你的評分？總括嚟講，歸創通橋真係一間質地優良、處於上升通道嘅龍頭公司。你俾嘅9分評分，可以睇作喺對佢國內龍頭地位已穩固，並剛剛打開海外同新產品兩大增長天花板呢一長遠願景嘅定價。短期需要重點關注2025年全年及2026年上半年嘅財報，驗證海外收入增速同新產品收入貢獻是否與高增長預期匹配。長期，如果公司能成功將海外業務佔比提升至規劃目標，並形成國內穩定增長加海外加速拓展嘅雙輪驅動格局，咁當前嘅樂觀預期9分將有機會逐步兌現。希望呢份非表格形式嘅分析可以幫你更全面咁評估自己嘅投資判斷。如果你對公司嘅具體財務數據、某款新產品嘅競爭格局或者行業政策嘅影響有更深入嘅興趣，我哋可以繼續探討。已經證實咗佢嘅實力啦，產品又豐富，仲有新產品推出添，仲有股份回購行動添。如果成績樣樣出晒嚟先至買，風險仲高啊！環境入面，佢喺中國嘅成績已經證明咗實力。第二，仲有20幾項新產品就快推出市場。
第三，從年先至開拓海外市場，海外唔單止得歸創通橋一間公司競爭，佢夠膽出海，肯定要燒錢，所以事前一定會做足調查，仲會評估清楚自己嘅競爭力。第四，管理層仲出手回購股份添。第五，最近仲有大型生物科技基金落手買入。